位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仔日11月27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咱先来关心总统选战上新的消息。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甲副总统参选人赵少康正式宣布合作参选了后，昨暗时去热清场的票仓，伫台南的海岸路、红路举办头一场大型的造势晚会。主办单位讲，现场有超过3万人。 校工会出击，第一场大型的造势就经伫台南热清德的本命区，红龟饼人气。侯友宜甲赵少康跟他入场就行10分钟，大卡加油声正响。朱立伦、王金平、谢良介也上台造选，展现团结的气势，也批评对手。太西人的争权夺利了，让我想起来什么？就像古时候那个土匪进京以后烧杀掳掠、抢夺，无恶不作了。 就变成这样。人美国嘛讲过，无支持台独。你要把咱台湾引向咱俄乌战争、以巴战争安尼嘛？校工两人全力批评敌营，讲既然民进党歪办备案，就换侯友宜成立新的特侦组来查办。赖清德，民进党的主席，房间有大象，房间里有大象。 你看不到吗？你装聋作哑吗？弊案在哪里？你不知道。赵少康讲，总统选战在也无法度合作，不过伫咧中央政府甲立法院也是能甲民众党合作。以后在中央政府的层面，在立法院还是可以合作的。伫咧平湖造选的韩国瑜虽然人无到现场，不过有录影片听校康也争取政党票。韩国瑜列为不分区第1名，我们一定。 带领的所有立法委员，让台南乡亲刮目相看。国民党校工会就会合体拿赢的大卡，第一场大型的造势就抬到台南对方的本命区，算是战斗开始。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民进党赖清德甲萧美琴是去花莲头一届做伙举办造势活动，遐除了是萧美琴用过拍拼的选区，嘛是国民党的大票仓。 伊希望会当争取民众的支持。乡亲，各位老朋友，话都还未讲煞，就去互欢呼声扛起。民进党副总统参选人萧美琴出席花莲竞选总部成立大会，伫奉献10年青春的这块土地，当作大选头一场复选上头先的起点。这一条路的起点。 我的第一场造势活动还是在我深爱的花莲，我全力来支持在世界上架台湾。美国的拜登总统找日本、找韩国、找 G7、找欧盟国家一起来关心台海和平的稳定。 花莲政治版图长期拿比例较济，萧美琴伫遮长期拍拼。伫2016年创下民进党头一届伫花莲的选举得到超过一半选票的奇迹。赖萧配正式起行，就为花东开始。那赖萧花莲竞办成立，赖清德嘛到台东鹿野圣安宫来参拜，佮捧出政策牛肉，强调教育平权。所有高中高职全部免学费啦，家庭总收入无到70万块啦。 安尼囡仔无论读公立的读私立的，政府一年补贴2万块啦，70万到90万中间，政府一年补贴15000块啦。赖清德升路上任了后，会解决教育城乡差距问题。尾也搁伫台东竞总成立大会，强调赖萧两个人拢对国家有强烈的使命感，袂惊挖靠中国的老路。选战剩最后40多天，赖萧配伫讲花东拿赢的票仓，要伫艰难的选区拼赢。记者综合报道。 民进党高文哲尾手是甲吴欣盈做伙参选。昨晡高文哲参加青年座谈会时阵，伊讲，伊目前还是在野赢面上界大的参选人。国民党甲民进党同齐甲伊攻击，敢若会引起愈大的反弹。另外，针对因党内认定讲，是因为竞选总干事黄珊珊害那边无法度合作，高文哲嘛跳出来替伊讲话。 清德那一组的话，在还是目前还是我的看好度最高的。反正还有最后不到50天嘛，这个就继续努力。
伫国民党甲民众党合作布局，各自登记参选总统了后，郭文铁隔一天头一摆公开出现。伊讲，只用国民党甲民进党斗阵拍伊，毋过家己敢若亲像球共款，拍愈大力，反弹愈强。对于党内不满黄珊珊身为竞选总干事，伊佫排无分区立委第一名。有人讲伊是破坏国民党甲民众党合作的正范，郭文铁是替伊讲话。那民众党是一个很强调集体决策的一个团体嘛，所以我倒觉得让黄珊珊一个人去承担那什么战犯的这种罪名，我觉得是不必要的。在这个过程里面，柯主席他做了很多努力。我虽然没有参与决策，但他心里面有在旁边看书。我本来就是空想的，这个毋庸置疑。但最重要的事情是说，我们能不能够在这次的选战当中，将台湾民众党的政党票最大化。相关和党员这期是空降进入无分区名单，毋过抢也坦别承认，毋过强调目标是2024年国会袂搁再和国民党甲民进党垄断，两人也分别甲超过500位青年面对面座谈，回应对教育交通路权的看法。最终取得胜选。我们在50岁以上的支持度很低耶，我们需要把每一个年轻人，他都变成一个家庭里面的思想的传播者，透过他们去影响他们的长辈。民众党想要伫国民党甲民进党围攻之下杀出重围，郭文铁固守少年族群的支持优势以外，嘛要继续拓展票源。记者综合报道。各位乡亲，咱做伙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全台湾各地拢是侪云到好天的天气，咱做伙来看云图。今仔日东北季风减弱，水汽减少，不过全台湾早暗的低温敢若是16度至20度。今仔日透早上低温是伫咧苗栗西湖，敢若13.1度；北部日时的高温会到24度，那其他的所在是25度至29度，算是不哩舒适的温度。不过伫咧遮方便的东半部、大台北地区，规工还是较湿湿、较凉冷，有短暂雨的天气，那到暗内雨才会较少。敢若宜兰、花东沿海地区，还有屏东部分的所在会落雨。今仔日台湾北部的天气，甲昨天来比，会有出日，嘛加正好天。拜二台北季风增强，沿海会开始透风。不过因为水气少，各地大部分拢还是会出日的好天气。拜三的时阵，台北季风会较减弱，各地回温。若到拜四，会台北季风阁增强，而且会持续影响到拜六礼拜。到时桃园以北、东半部的水汽会变高，会转做较湿湿、较凉冷，嘛会落雨的天气。若是着以南是侪云到好天，不过早暗的温差还是较大，民众出门都要加套衫。所来，咱来关心伫咧南投的一间小食店的头家，伊昨日杀一只刺龟，招八朋友做伙来食，想袂到过顿工，这8人煞是感觉身体无爽快，去互医生看了后，加在是无性命的危险。不过，这个头家被发现的时阵是已经明显死亡。小署除了要做化验，调查这只刺龟是为倒位来的，嘛无排除会照食安法来裁罚。甲处理过青的刺龟皮、肉甲放在装底下，已经煮过，爱另外包装，拢总要早登去化验。因为25暗伫南投清境开小食店的姓洪的查某人，自刺龟分8亲戚朋友食，过顿工有人身体无爽快。姓洪的头家，互人发现时阵已经明显死亡。今早被有人发现洪姓民众倒卧家中，明显死亡。另昨晚同行食用河豚肉汁有人，已有8人送医。亲友啉刺龟汤了，过顿工骹手麻痹坐袂牢，头会狂，赶紧去看医生。因那主食姓洪的头家，敢若是中毒死亡。医生讲，有毒的刺龟身体内刺龟毒素是神经毒，潜伏期正短，食了差不多10到45分钟就有症状，主要是嘴唇、喙齿麻痹、骹手麻痹、吐、脑无声、喘气困难、血压下降，唔知影人。而且就算是煮过，毒素也是会伫咧，食了恐惊有性命危险，死亡率差不多是61%。河豚毒素它会存在河豚的皮肤。还有一些内脏组织，包括肝肾，还有包括卵巢。一个姓洪的头家，敢若是带伫贵人的朋友送伊一只刺龟，就甲伊煮做鱼汤甲沙西米。食药署讲会调查源头是毋是有不法，若是违反食安法，也会处罚。违者依同法第44条处新台币6万元以上2亿元以下罚锾，
情节重大者，并命其歇业。伫即马刺激中毒并无解毒剂，只敢会当用支持性疗法来进行治疗。是药师讲，刺激的种类诚多，敢对外形看无容易分辨。保护家己上好的方法就是，莫去掠，也莫食来路不明的水产品。记者综合报道。各位乡亲，咱做伙来看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去年超过5万人健保费关心健保，拢总减达7亿3200万，金额创下3年的新高。健保署讲，疫情的期间，部分差额的项目暂停办理，目前是全面恢复。所来才会减达健保费的人，除了要把这保费约回来以外，嘛会甲因罚2倍至4倍罚款。所来咱来看《联合报》，立法院按算伫今仔日新所得税法第17条的修正草案，财政部伫有条件、无反对的前提之下，厝税支出有机会为目前列举扣除额改做是特别扣除额，每一年每一户上济扣12万的这个限制可能会调悬。这个会期若是通过，全国超过300万税厝的人，后年5月报税的时阵就会当受惠。后来，咱来看《中国时报》，中关联会主委谢晓生涉嫌加入的私性骚扰，引发学者头人操守的讨论。教育部24修正发布正式学术奖办法，也有设置国家讲座办法，针对这个情形来增加条款。若是得奖的人，伊有涉嫌甲人性骚扰或者是性侵害，就会撤销或者是废止因得奖的资格，而且嘛会甲因的奖金甲伊约回来。中国最近包括梅将菌、流感，也有新冠病毒等等5种病毒的疫情压悬。咱国疾管署表示，对即马开始，机场也有港口拢会加强防疫的戒备，嘛提醒民众，若是要去中国，就要先去做预防针。赶大包小包行李，民众伫机场报到柜台等候线头前，照顺序排队准备报到位。最近中国全国呼吸道疾病发生率升悬，民众大部分有准备。口罩就先戴着这样子。我今天回上海，流感我已经打过了，新冠没有啊。洗手啊，你自己手保持干净就好了，不要乱摸就好了。根据中国官方公开资料指出，中国北方类流感疫情已经连续5礼拜快速升悬，问急诊占比来到6.2%，是过去3年同期的2.5倍。依照世界卫生组织公布中国所提供的资料，这波流行除了以微肠菌为主以外，同时也有腺病毒、呼吸道的融合病毒、流感也有新冠，真侪种病源做伙流行。这一波的流行呢，是以儿童为主，而且是多重已知的病源所造成的。如果说近期要前往中国的这个民众的话呢，出发前可以先接种流感跟新冠 XBB 的疫苗。国内医师是讲，自从今年2月喙癌铃渐渐放零了后，确实造成一波刷一波的呼吸道感染。最近因为乙型流感就医的人数确实有变多，另外微肠菌感染的病人原来增加袂少。流感跟新冠都有少一些，但是 B 型流感是增加，但是病人却多，非常的多。那我个人推估很有可能，其实应该是梅将军。面对中国多病源疫情大流行，疾管署已经全面加强国际机场港口戒备，机场电子看板加走马灯拢会设置告示，提醒中港澳入境的旅客，若做有症头应该爱就医，并通知旅游署，也请医师都要注意询问相关的旅游署。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继续来关心以色列甲哈马斯的战事。今麦双方为着休战，也有释放人质的协议，目前是已经进入第3天。哈马斯甲17个人放出来，其中包括14个以色列的人，也有头一个美国人。以色列嘛甲39个巴勒斯坦人放出来。这届哈马斯是头一届讲会用释放更较侪人质的方式来延长停火协议。那针对这点，以色列是持开放的态度。这个巴士自以色列奥佛加甲马西去约旦河西岸，伫咧2日尾岸，哈马斯放17个人质，以色列放39位巴勒斯坦犯人。
哈马斯绑赛连接有一寡直接交予以色列，另外一寡自埃及离开。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办公室讲，名单内面有9个年纪伫咧17岁以下囡仔，另外有3个泰国人被绑赛。哈马斯讲，为了要回应俄罗斯总统普丁的努力，有放一位俄罗斯的连接。伊的身份是俄罗斯的以色列籍的公民，也是第一个被绑赛男性的连接。即天，纳坦雅胡也去加沙，甲军方的将领士兵见面，也听简报。27、8月要进行第4遍连接交换，也是停火协议上尾天，以美国、埃及加卡达带头的国际调停，正想要延长这份协议。哈马斯第一遍讲会用放国家侪连接换延长停火协议，以色列态度也正开放。But I get a sense that all the players in the region, even the neighbors who aren't and have been directly involved now, are looking for a way to end this so the hostages are all released and Hamas is completely, how can I say it, no longer in control of any portion of Gaza. 第3天的连接交换，4岁美国的查某囡仔艾丹已经被绑赛。美国确定伊是第一位被绑赛美国籍连接。总统拜登讲，伊的国家纳坦雅胡通电话，希望停火时间会当搁延长，和国家籍连接会当登去做。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新闻台同编译。冰岛防或者是性别平等的天堂。这几年来，各项的指标，包括教育甲法律。伫全球拢是行真头前的，不过冰岛人认为政府要是会当来加强幼囡仔福利，也佫有性暴力的问题。因为目前伫冰岛，性暴力的问题是超过全世界平均值，嘛爱赶紧来改善。大喊一声，运动场顶悬的查某囡仔拼命扛起真重的茶箍拼向前。另外一边教室内底，查某囡仔好奇想要抹无共款色水的指甲油。冰岛被俄罗斯成名天堂，法律规范占图教材顶悬的性别歧视，第线教育人员也真全力教育一代更较进步的观念。The boys came out and they felt like we had taken the area away from them. And the girls, their experience was that they came out and asked, "Can we go there? Can we go there?" They were asking for permission to use the area. So we teach the boys to be fair. Meanwhile, we are giving the girls opportunities to just take the area. It's all yours. 为教育培养女性的自信心，冰岛女性不是干那用踮伫厝内骄傲的妇女。伫1975年10月24这一天下晡，全国的职场女性甲家庭主妇拢无丢伫放下工作甲家务，发动罢工，争取薪水平等。I remember very well going home after that meeting, the smell of burnt meat in the streets, because the husbands were trying to cook dinner. 这场罢工后，性别角色开始跳出传统，男性开始分担家务责任，更较侪女性会进入国会，促成今年通过性别平等法案。在去1980年出现全球第一位民选女性总统。1997年老爸合法有育婴假，增加男性家庭照顾福利。一直到2018年，佫一摆修订动手法，超前全球强制要求企业提出证明，无分种族、阶级甲性别，拢爱共工共受。I am cooking homemade super healthy pancakes for the kids. 这对车厢是囡仔阿母先生在做煎饼，有育婴假期间要好好培养亲子感情。伊的太太是大巴肚参选地方公职，甲真济国家无同。伊大巴肚却真少遭受职场歧视，显示冰岛各项用于福利甲观念已经超过其他的所在。啊，不过作为家长的两个人却认为，这制度也无够长久。We need more options for parents, whether it's daycare, preschool, or staying at home and get paid. You get to decide. You as a parent get to decide.
不过性别暴力问题将冰岛的性别名声扫地，全国52派女性承认遭捕性侵或者是性侵未遂，而且4成遭受过身体暴力，比联合国全球平均数据较悬。有受害者佫指出，甲遭受的暴力比起来，法院判决实在是伤过轻。My ex-husband got 9 months, but only had to stay in prison for 3 months. He beat me with a glass bottle, and threatened to throw me off the balcony, and then he threw me out. So, for me, this is attempted murder, nothing else. 除了各项权利按达到实际平等，消除无共款性别之间的冲突共款重要。也在世界头前，冰岛的性平制度也要咧找找正确的出口。公司新闻杨眼朋友。今仔日国际上有啥物大代志？咱做回来看世界。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争目前了战未煞，不过最近有风声讲，乌克兰可能照原定时间，在2024年举办大选。国内反对的声音是未少，基辅国际社会学研究所11月份的调查显示，有超过80%的受访者希望战争结束了后再来办选举。乌克兰的官员就讲，当国家无法度保证公民的安全，士兵无法度投票，或者是互提名做候选人的时阵，选举就无可能来举行。所以来看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日本外务大臣上川洋子，还有南韩外交部长朴槿，日后在南韩釜山就三国重新合作，启动领袖峰会来做讨论。这嘛是这3个国家的外交部长，从2019年以来头一届举行这个类型的会商。3个人就尾手受讲定，会加速推动3个国家领袖峰会筹备的事项。所以咱来看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布林。最近出席加拿大哈利福克斯国际安全论坛的时阵，伊甲记者讲，明年会伫亚太地区部署新的中程陆基飞弹，这是阻挡中国侵犯咱台湾的手段之一。镜头转来咱国内，台北的大巨蛋头一场正式的比赛是伫12月份初3棒球的亚锦赛，咱台湾要对战南韩，结果万三张的门票一点仔久尔，就随拢互抢了。目前警方是已经查到23个黄牛，一张票600块的门票是互花价4600。比赛现场民众情绪真悬，台北大巨蛋18七比赛，当时13000张门票开放索取，那一了互摕完，要黄牛放伫网络转卖。如果开放亚锦赛卖票，台湾对上韩国的开幕战也是随都卖完啦，更加有人转卖趁钱。目前共计查获23人到案，以新台币1000元至4600元不等的价格，在网络上高价兜售，谋取不当的利益。讯后也依照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移请各地方法院裁定。台北市警方今仔日24到25就查到23名黄牛，开价每一张票是1000块到4600块不等，依照社会法来移送，应处3天以下拘留，也是18000块罚款。酒过网络上也是为少民众买票，也人要卖票，也凸显台北大巨蛋甲亚锦赛结合真悬的人气，票根本都无够。应该是中华队在大巨蛋我们的新的场馆才产生这样的问题。购票系统方面网站上我们要他注册绑定手机啦，最多只能买了4张。我们会由棒协这个地方再发布预计要加开的这个张数。体育局指出，买票时阵使用手机认证，并且限定应买几张利益，也甲婉容来协商，有加27公布第2波买票的张数。希望满足更加多球迷的需求，同时消灭这个黄牛票情形。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昨昏有几个路权团体去交通部提出诉求，希望同行的机车卖当上高速公路，也有奥多拜禁止骑内线的车道，强制2段式倒滑等等这个规定都要废止。交通部是讲，同行机车骑去离国道，经过讨论了后，要是感觉无适合，不过会继续来观察甲检讨。还我路权！还我路权！真侪同行机车团体就车友到交通部前，用同行机车停满仁爱路到杭州南路口。其中今年10月，骑机车进国道5区赤山隧道路权倡议者，部落客通勤者一关，原来到现场停车友，放掉刷来还有正一步数，争取机车路权。
我们会在体制内争取最大的民意代表来支持我们的诉求，同时我们一样也会实际的骑乘国道，跟社会大众做沟通，说我们上去是危险，我们并没有飙车，而且我们骑上去的时候也完全没有超速或者是其他的违规。民间团体提出3大诉求，除了要求交通部让单行机车上国道，过来是让单行机车会当停机车停车格，另外要求废除内面车道禁行机车，也加强制2段倒弯的规定。交通部回应，停机车停车格也有2段倒弯，会请等政府研究试办，但是上国道暂时无时间表。交通部长期以来就用歧视性的交通政策，把这个我们很常使用的机车运具排除在主要的运输系统之外。重机的话就会还在跟各单位沟通嘛，停车格部分就是请各县市去评估一些可行性示范的计划。交通部高速公路局代表且民间团体陈情书强调，现阶段社会各界对开放大型重型机车行驶高速公路也无共识，要一步一步改善民众对大型重型机车驾驶人行为的看法，才来推动开放。记者综合报道。进前咱国内Me Too的事件小人数爆出来了后，劳动部宣布要建立性骚扰调查专业人才库。找公正第三方的专家来协助公司或者是地方政府调查工课场性骚扰的事件。有民间团体认为讲，建立专业人才库是真好，不过后续相关的培训嘛要随时检讨甲调整，有审核的机制，才当符合第一线实际需求。今年过来，Me Too 事件一拖上到演艺界甲各类工作场所引起真大风波。劳动部宣布建立工作场所性骚扰调查专业人才库，培训对象除了是专业的人才，也必须要有工作场所性骚扰法规的知能，具备调查技术，加撰写调查报告这能力。应该是要政府纳入第三方调查比较好，公平性啦。我就觉得政府可以多多帮助那些可能好不容易愿意把心理阴影说出来的人。继续推动工作场所性骚扰防治，这份人才库名单未来提供予各县市政府、事业单位调查工作场所性骚扰申诉案来使用。有结果，明年3月进行第一阶段，会达到300人，后续会个慢慢增加，同时要有这态度的机制。所谓的性骚扰或性侵害的事件查证属实，那或者是说他有每5年的话没有在做一些相关的教育课程的抽训或者讲课的这种情况，他会有把他取消可以参与的资格。民团认为建立人才库是有必要的，不过也建议一旦培训人才了后，应该要有随时调整的做法甲检核，让人才符合企业界需求。怎样才叫做是人才？所以我们也希望说，那当然已经确定说纳入之后，那会更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机制去确认这个人才的确是我们期待的未来可以足以担任调查的人才。基金会建议未来在调查时要特别强调专业的伦理，避免造成受害者第2摆伤害，也有做好相关资讯的保护。另外，调查报告也建议有一份撰写的指引，让调查人才才有所参考。记者综合报道。主计总处公布上新的统计资料显示，疫情了后，逢请做是临时工或者是做兼职的人数已经达到80.6千人，这嘛是4年来的新高。这嘛反映咱国的民众对时间较有春秋的工课，也就是对非典型的工作形态接受的意愿有加悬的趋势。又到年底旅游旺季，饭店业的人力煞愈来愈暗。观光学者观察到，因为日本观光业恢复比咱搁较紧，欠工也比咱严重，拢来咱台湾找人。有相依能力的柜台人员，甚至伫日本黑饭店实习的大学生，这个毕业都互人请去日本工作。先不管基层劳工的缺工，事实上在中层，或者是中间的主管，他们其实在日本很强大的一些魅力的情况之下，其实他们也有很多的诱因哦。那也让台湾非常多的观光产业的人，其实是往日本去发展的。除了接待人员互人请去，饭店业房务欠工已经持续超过半年。人力专家观察，除了薪水相对较低以外，目前就业人力嘛较爱自由接案。唔那饭店，各行各业的人力拢有变非固定雇主的趋势。根据主计处的统计，全台湾非标准就业人数已经来到80.6万人。
其中25至44岁青壮族群有23.3万人是非正式上下班的工作，这原来是4年来新高。越来越多年轻人觉得工作呢，其实不一定要完全就是这种比较单调的这种工作环境，他们倾向于比较有多元化的一个工作环境，而且工时比较自由的情况下，甚至他们觉得说多找几份兼差的工作。今年银行业分析，那青壮年因为爱自由，选择工作的形态改变，也有不少雇主利用约聘人力来调节大细贵，这原来是造成非专职工作者当年升悬的原因。记者综合报道。在台中有2个查甫人因为食酒塞车，去互警察抓落来。一个是拒绝酒测，另外一个是车驶的作为精算，而且佫弄到路边的6只奥多摆，结果也是去互警方抓起来。在台北有一个查甫人食烧酒醉，骑电动厨房车，佫冲过红灯，甲奥多摆相撞，已经照公共危险罪上班。49岁姓谢的查甫人酒后骑电动厨房车，想讲会当闪过警方的追查，经过台北市中山北路甲市民大道口的路口佫弄红灯，结果去互汽车弄到。警方到场认定电动厨房车属有动力交通工具，姓谢的查甫人酒测达到0.54毫克，触犯刑法公共危险罪上班。经检测后酒测值高达0.54，警方除立即依法治单外，并依公共危险罪将谢男带回派出所侦办，随后依法送办。在台中有一个姓杨的查甫人，2时将轿车开去人行道违停，原定向前临检驾驶有真重的酒味，准备酒测，无想到坐离副驾驶姓李的查甫人向右驾车开走，逃走的过程佫下着边仔6台汽车，到尾才伫巷仔路停落。关键到场发现伊耍水甲困去，直接甲窗门拍破掠人。来啦！来，嗨！什么情形开走的？什么情形开走的？我酒，迅速将李男逮捕到案。酒测后发现酒测值超标，全案依公共危险及妨碍公务等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另外，杨男、李男涉嫌交通违规的部分，亦依法告发。警方表示，2个人拢无照驾驶，姓杨的查甫人因为拒绝酒测罚18万，佮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21条罚2万4的罚款。但是姓李的查甫人酒测达超过标准，涉犯刑法公共危险加妨害公务罪嫌，除了承受14万4的罚单，还佮人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轿车爱防吊扣牌照4年。记者综合报道。在高雄有一个民众在路宁甲一台货车起冤家，这个驶货车就举巴达落车要甲对方输赢，然后佫驶车甲对调调。这个民众是惊甲甲警察讨救兵，虽然这个驶货车无真正甲伊起骹动手，不过伊举巴达共恐吓，要是防伊违反社会秩序依法来上班。看到警车，民众赶紧一手喊救。日头透早5点外，高雄一个民众伫透早运动经过革命路的时阵，去互一台货车惊到，伊就一手来表达不满，双方煞有起冤家。无想到货车驾驶提球棍落来理论，尾仔佫开车甲对。我已经过了，你自己没在看路，我也有减速，我也怕说会撞到你，但是他手却比了这个样子，口气就也非常不好。你这边啦，你动了，你边啦，他车子就一直跟。货车驾驶认为民众伫起坑，虽然无真正有动手，不过提球棍要威胁恐吓已经较书面，去互警方依照违反社会维护法上班。持棍棒下车做事恐吓，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第63条第1项第1款，可处3日以下拘留，或新台币3万元以下罚款。不过，民众拄到行车纠纷的时阵，面对人提球棍也是压枪落车理论，甚至直接动手的情形，常常听到。不少人代志发生的时阵，往往唔知要安怎做，敢来当先闪。应该会先躲在车子里，或是寻求掩护吧，我不会直接跟他冲。如果对方有采取攻击的行为的话，可以提出刑事的伤害、毁损、恐吓等告诉。律师提醒，当对方出现攻击还是恐吓行为，你所开车的汽车驾驶唔通落车，会当伫车顶用手机还是行车记录器录影搜证，需要再个提告，还是交由警方依照社会维护法来处罚，通确保自身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台中丰原葫芦墩公园，昨天有一场水上的体验活动。主办单位准备的时阵，无细致去卡到水闸门开关，水位向降价1米外。3个工作人员甲6只蜻蜓是拢冲去甲水尾，加在落尾手，大家是拢平安无代志。
消防人员伫咧水面来来回回一里巡，台中市欢迎河洛墩促进会2日庆祝河洛墩开船300年，伫防环河洛墩公园内面的两边溪办坐船体验活动。沿过早起8点外伫咧船的时阵，敢若是锁啊无把好，船浮到水闸门头前，系统感应到就开水门放水，水位规个降来。问那个工作人员，他说因为今天水位就是本来想说可不可以下水，然后正常是可以的啊，但是他说因为水把它放开了，所以就没办法下水，没办法下水体验这样子。对啊，有点可惜，小孩比较期待。活动宣布取消，后面将正意外。主办单位讲，水位上低，无法度驶船。迄当阵有3位工作人员甲6台船被冲到一楼，上桥来救的时阵，工作人员就已经家己受上花，平安无代志。规个活动改做流畅的生态讲解加亲子导览。有工作人员可能去到了那个感应的一个区块，所以水闸门就自动开启，所以我们的船跟人是跟着排洪到这个下游。水域活动为台中市繁荣葫芦墩促进会举办，未依申请时使用要求办理活动，后续将依水利法追究其责任，尔后并将要求申请单位严格遵守申请范围，避免误触警戒。台中市政府讲，主办单位台中市欢迎河洛墩促进会无严格遵守因申请水域范围的使用，去卡到水门感应系统，将会依照水利法追究因的责任。记者综合报道。在连江甲北港的大坵岛，最近这几年已经真做是无人岛，当地生产100多只的台湾梅花鹿是真出名。不过最近正在发生梅花鹿的角，去互锁啊或者是鱼网啊填掉咧。当地认为讲有可能是中国的渔民趁报名啊用鱼网啊要来掠梅花鹿。官府讲会加强巡逻，以防搁再发生。梅花鹿的鹿角互锁啊填掉的，工作人员赶紧去偷开。伫连江县北港的大坵岛，岛上的台湾梅花鹿生态真有名，但近期却传出岛上的梅花鹿接触互锁啊，也是渔网啊填着鹿角，互渔民甲民代怀疑是人为造成。现在他们都在我们周边无人岛上面采贝壳啊那些，我们海巡根本没办法作为，因为都在海边嘛，他们都在山上嘛，怎么会缠住？一定是有人去做这个动作吧。民代质询的时阵提出质疑，连江县长王忠明表示，确实有传言中国渔民会趁暗时上花掠鹿，但嘛有可能是梅花鹿无小心踏到废弃的渔网啊。因为大坵岛目前是无人岛，真歹管理巡查，民代嘛呼吁县府重新找人顶岛管理。我们现在初步的构思，希望这个岛能够委外经营，那就有人进驻，相对的问题就会减低。这几年我们都没有接到渔民报案说大岫岛的鹿有被疑似被载走。那我们每天在海域上面的船艇也没有看到有船把这个鹿给载走的。海巡表示，目前无发现有中国渔船想要登岛，嘛无接到通报。但看到梅花鹿一直互伤害，却查袂出原因。县府表示会请相关单位加强巡查。另外讨论是毋是爱装监视器，海巡增加雷达，全面预防。记者陈焕武、陈显坤连江报道。在中华的挂山杯全国手机挂比赛，因为疫情停办2年，今年阁恢复举办。这届拢总有7个县市的选手来参加。同齐推广手艺。讲究的服装，阁有幼路的手艺歌表演，这是财团法人中华县农人协会举办的全国手艺歌比赛。参加的民众为着这遍比赛，拢真拍拼练习。因讲虽然听无，但是会当透过手艺来唱歌。这2个礼拜内，他们很认真的一直练习，然后可能有错的啊什么的，那常常都练到晚上12点，然后可能还要视讯啊什么，开会讨论。那到现在，昨天晚上一样也是大家持续的一直练习，那终于卸下，那不管好不好，有没有得奖，都是很开心最重要。我选的歌是幸福的面，是因为我想要把幸福的感觉传递给大家。主办单位表示，
挂山杯全国手艺歌比赛是全台湾上早举办的手艺歌比赛，中央因为疫情停办2年，今年才恢复举办。计共有12组人报名，分别来自双北市、宜兰、新竹、彰化、台南。因为这个已经第19届了，对。那有听人啊、农人啊、听障的人士都一起来交流，大家觉得很开心，然后希望大家都可以没有障碍，可以持续下去。台湾目前有大约12万的听力障碍人口。2019年公布实施的国家语言发展法，嘛甲手语列入国家语言。主办单位希望透过手语歌比赛，鼓励民众来学手语，让大众了解听力障碍民众的生活，做伙营造更加友善的手语环境。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为了帮助偏乡的囡仔打造好的游乐场所，台湾基督协会专工去花莲新城国小去储流笼。这个储流笼是真特别。会当像插角的共款，用无同的方式甲组起来，会当提悬囡仔对空间的概念甲能力。虽然是假日，毋过听讲学校伫起厝楼啊，新城国小的囡仔拢来斗相共，为无效金教组针对大人研究各种斗的方式，完成了后，大家着急要试算，就连大人嘛要来试一个。跟你们一般玩传统的那种塑胶溜滑梯有什么不一样？就这个比较玩。资讯教育里面有一个创客的部分，那我们通常是用3D 列印去做一些组合，可是这个木头的组合就是等于大型的那种。这个大型用豆的厝楼啊，材料是林业署花莲分署提供的国产柳杉加台湾杉，甲予大安高港这学校裁切了后，再送来花莲新城国小组装，互囡仔熟悉伫身边的国产木材特性甲利用方式。我们希望是说，在偏乡能够让在地的那些社区居民更了解，其实它就在他们周遭的附近的木材是可以永续使用在他们的生活上。台湾医疗协会2020年开始，就予在地临时去测点邀请，搭建木造学习区甲牧育教室。台湾大部分是关心环境教育的大专院校学生，用牧业关怀偏乡地区的学生囡仔。义族协会其实一直都深耕在台湾的东部，主要以可能台湾教育资源比较不足的地方，希望透过校园空间的改造、工作坊的推动，可以多多少少帮助平衡一下台湾的城乡教育资源的落差。林业署是讲，国内当年木材需求量是500至600立方，大部分是进口的。低资源使用真侪人议论。目前国家林业政策要求2040年前，爱提高国产木材使用量达到10%。要安怎渐渐卖用进口木材是重要课题。记者综合报道。那讲到台南的民间，大家头一个会想到的百面是地米，不过大家敢知影，这嘛有种真侪红菱果哦。面积甚至占南投县的3成。嘛，因为即马农业的技术进步，国产的红菱果产季即马强要规年烫天拢食会着啊。这几年咱台湾的红菱果销去外国，伫香港甲加拿大是拢卖甲吓叫。一箱搁一箱的红菱果当咧包装，今年因为天气的关系，红菱果大丰收，加上咱台湾农业技术正进步，互咱一年四季都食会着。南投民间有一位农友陈红军，伊种红菱果已经几若年了，种出来果子品质好，伊互人叫做红菱果博士，也捌摕过全国红菱果品鉴的冠军。像我去年的产季大概可以拉到10个月、11个月。也是因为这样，所以红龙果变成市场上一个很重要的一种水果。咱农界技术直直咧进步，像照明和新品种的改良等等，互红菱果逐年拢会当有稳定的产量。但是产量增加，也要进一步去思考市场和销量的问题。但红军自3年前开始拼外销，渐渐啊拍开红菱果的国际市场，拼出好名声。国外，比如说以香港来说，或者加拿大，大概都逐渐有口碑了。那以现在来说，一个礼拜大概都有500-600箱的出货量。当然以邻近的香港是最主要的市场。然后套句当地人的说法，他们吃得起好东西。只要您品质够好。虽望今年红菱果有好收成，不过嘛因为安尼，伫咧国内市场变甲真俗价，对侪侪农民来讲也是真头疼。也希望民众会当用行动支持在地农产，互农民有实际的大丰收。记者综合报道。即马极端气候的情形是愈来愈严重，国内袂少种香草兰的所在，生出来豆的品质是加真歹，农民是了解真正力。屏东高等高农的学生为着要减少农民的损失，甲遐较歹的风拍落来豆芽，
搁再利用甲提炼做出新的产品，嘛摕到今年全国专题创意竞赛的第2名。也解决空包蛋国家无法卖出的苦恼。香草兰是全球排名第2贵的香料，一公克都要100块。这几年来，不少农民拢会进口买来种，想袂到气候暖化、温度伤悬，豆芽品质歹，内底会当用的籽无几粒。加在经过加工高浓，农经科属性的拍拼，甲这豆芽提炼加做新的产品。不仅是纯天然，那同时也是为了增加农民经济收入。那废弃物再利用，那我们的新产品不仅可以抒压情绪，没有放任何的化学香精，那这也是我们这次研究的主要目的。屏东高等高农的学生，甲农民把这个风拍落来4级的豆芽，甲提炼做天然的香水，唔来当伫生活当中使用。伊嘛用这个研发的成果，参加全国专题甲创意竞赛，摕到第2名的成绩。借由这一次的一个比赛呢，也让学生有新的发想。那我希望他们把这个发想创意呢，把它带到大学那边去，然后也有更好的一个发展。我们参加这个活动，那也吸引更多的国中生对这个东西更有兴趣。这个研发除了会当帮助农民的经济，互4级的农产品发挥上大的效益，嘛希望开发这项产业更较侪可能性。记者综合报道。移动编辑。最近伫社群媒体 TikTok 是真流行澳洲热人的穿插，不少民众是小侪咧模仿，专工学影片内底人穿花仔裙去澳洲旅行。不过在地人是认为讲这是刻板的印象，伊讲澳洲时行的风格是真多元，无同所在文化甲传统拢有因独有的特色。真鲜艳的花裙、老卡脚派洋装，也有好袖边的手红的衫。这热天，意大利罗马街路出现真侪安尼穿插，看起来是澳洲的特殊风格。不过在地人煞是骇头。Allora, secondo me è una cosa interessante, perché cioè io la vedo dal punto di vista di magari una persona che non è europea e quindi l'Euro Summer magari è qualcosa di interessante. 今年热天在社群媒体抖音顶端出现所谓的2023澳洲热天穿插风潮。外国民众在澳洲度假时阵，拢模仿这种的穿插，是要互家己看起来亲像当地人。I think the Euro summer trend is basically based on a lot of European styles, or I guess more Mediterranean styles that we see a lot in the streets. For example, a lot of people with Euro summer, they tend to wear a lot of bright colors, like pops of colors, a lot of linen, a lot of cotton, a lot of natural fabrics. Just very summer vibes, kind of coastal. We're going to Sorrento in a few days, and so anything that would work for the beach or anything like that. 地中海国家，比如意大利、希腊、法国甲西班牙，常常被看作是欧洲流行发源地。有批评就指出，这种来自网络的欧风流行，是错误将欧洲看作是单一的个体，忽略各国传统甲特色。Lo stile italiano, per quello che mi riguarda, essendo io italiano, direi che l'aggettivo che meglio lo descrive, secondo me, è eclettico. C'è uno stile che anche geograficamente deriva dall'influenza di tantissimi altri paesi con cui l'Italia nel corso della sua storia è venuta in contatto e quindi chiaramente è uno stile che in realtà riflette quello di molti altri paesi, quindi uno stile molto vivace. 在罗马少年人定定去旧衫市场，经袂伤贵，不过有特色的衫。虽然当地人对欧洲热天风潮认为毋是安尼，不过因也讲，这大方面的认知，无得靠对欧洲甲意大利这创造出大量经典品牌流行大国，创造出新的特色有帮助。公司新闻杨元编辑。天气报你知，咱做伙来看今仔日各地温度。北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4度；中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27度；南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29度；东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7度。咱来看外岛地区，17度至25度。
这2天早暗温差较大，民众出门都要加套衫。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丹妮，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